大家问千万字，逐工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有一寡爱运动的人，知影讲一段时间骹手不入面就较会结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这就是咱结烂的咱读乐安咱第一条。古早台语字典解说这日咱的意思，就是遍地，也就是皮肤累一个伤过度，生胶皮出来，咱讲是结烂。啊，若生伫骹，咱讲是骹烂，嘛有人会收骹烂。这日咱嘛会当讲是算结烂的单位，像讲手结两烂。另外，这日咱嘛会当讲是亲像这款胶皮物件，咱嘛讲烂。像讲石头的瘤，古早讲是石烂。另外，还有鸡，因为去挖到细菌埋紧，造成病变，嘛会发炎，或者是鸡骹烂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就是结烂，咱头前讲到，是因为皮肤磨一个伤过超过，生胶皮出来。第二个词读做骹烂，古早台语字典解说讲骹烂是赤脚行远路，骹底生胶皮。咱现代讲就是骹生胶皮出来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结做伙。譬如讲，真侪人爱运动，为了避免骹手结烂，有的一寡爱走表的人，就会穿较高的鞋啊。啊，若介举细练少练的人，就会看手套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咱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